我来看这大罢免投票呢，已经剩5天的时间啦。全联的前总裁池中林是来发出声明，公开来消停罢免。伊讲真不满这在野党这一党来伫国会表现，要守护台湾民主上尾的一条红线。针对伊的声明，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回应讲，尊重每一个人立场。也那今仔日这罢免团甲反罢免，拢来推出影片，要催出少年人的选票。 这边就是我最喜欢的自强隧道。虽然今天天气好像没有很好。在拍什么？啊？我在拍我自己啊！哎，你不要拍我！不要靠近我！不要靠近我！哎，你为什么要拍我？透过微电影方式感性宣传，国民党公布上新影片，呼吁支持者七一六站出来反对罢免。罢免大会不分期团体围攻华联，配合国旗国歌共款向影音公示，希望传给下一代。 身教重于言教，给孩子做最好的示范。离投票剩5日，拿着党员催票，尤其针对青年族群，民进党青年部国务卿要对选区内拿回等罢免票，必须林秀聪也去花莲为罢团加油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身带青年团鼓励少年人发挥创意。要感谢大家发挥我们很多的创意，看到很多年轻朋友愿意站出来，共同反恶霸。 我们要守护台湾的民主，不要让台湾的民主被偷走。罢免运动是因为傅昆萁去年4月从中国回来之后所展开的许多一切的毁宪乱政，那所有的国民党的立委就是他的附随组织所以罢免是爱，罢免是爱国。 竞选的福利中心总裁池中仁在28暝透过面册亲自声明表态挺罢免，因为若有无信任立委把持的反映伤害是全体台湾人民，也被看作是开业者第一枪。马团反共后台志工联盟强调，为影视界、教育界、律师界甚至产业界拢站出来，都是不满即嘛，那被多数的立法院定数无证据。从立法院这么重要的机关违法程序正义，就是要摧毁台湾社会的 稳定良善的基础，我想现在经济选民、知识选民慢慢站出来了。像我们那个许崇仁董事长，朱立伦回应尊重每一个人拢有立场，不过自己立场是徛在自方甲财团立场欺负少年人，徛在卢港的对立这边，强调国民党是甲人民卢港弱势徛做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